學校每個禮拜嘅升旗儀式，同學都會全神貫注觀禮及唱國歌。每次恆常嘅升旗儀式以及大型活動嘅升旗典禮，由着上制服前要花唔少時間整理制服同皮鞋，儀式前嘅練習，到正式步操進場升旗，儀仗隊成員都一絲不苟。你每個星期都要咁樣做，你厭唔厭啊？唔會厭啊，因為每次升旗之後都係一個自我檢討嘅一個機會啦。即使重複咁樣去做，每次都有一個發覺做得唔好嘅地方。每一次認真完成嘅儀式，都係對國家最好嘅尊重。每次認真對待升旗，對於儀仗隊成員係守護住國家嘅安全。因為國旗係國家嘅象徵，代表住國家嘅尊嚴同埋主權。認真對待國旗，亦都體現到我哋對國家嘅忠誠同埋對國家安全嘅堅定維護。因為同學認識國旗嘅象徵，亦都因為儀仗隊嘅認真態度，令到每次升旗氣氛都十分認真莊嚴。因為我覺得要尊重國旗以及國歌，因為我見到儀仗隊好認真。同學都做到認真對待國旗、國歌，然後呢？咁首先我唔希望同學將升旗呢份嘢睇似係一種普普通通嘅儀式啦，咁而係要將呢份升旗儀式睇重係自己一個責任同埋信念。咁國家安全、守護國旗，其實同每個人都息息相關。咁如果有一日少咗呢份儀式感嘅話呢，咁我覺得生活中好似就冇咗一種重要嘅基石咁樣。因為儀仗隊成員認真守護國家安全，所以希望同學將升旗變成唔單止係儀式，而係令到心靈滿足嘅儀式感。